市值蒸發超過140幾億，股價由高位插水式暴跌超過96%。呢個曾經喺香港同內地遍地開花，創下無數神話嘅日式拉麵巨頭味千拉麵，近年竟然淪落到執完一間又一間，分店執到七七八八，連好多由細食到大嘅集體回憶都徹底消失。當年一碗賣到30幾、40蚊嘅神級拉麵，點解會變成今時今日行過都無人理嘅過氣快餐？最諷刺嘅係，味千拉麵今日嘅慘淡收場，其實一早就由佢自己種下嘅惡因所決定。當年佢哋自吹自擂，話係用足50幾年大骨熬製嘅神奇濃湯，最後被踢爆原來全部都係用粉劑沖出來嘅化學湯，甚至仲爆出過轟動一時嘅洗潔精洗面風波。一個曾經登頂餐飲界巔峰、身家過百億嘅香港女首富潘慧，佢創立嘅餐飲帝國究竟係點樣喺短短10幾年之間，一步一步走向呢場無法挽回嘅商業大崩盤？今日我就同大家由頭到尾拆解呢個大話精自食其果嘅故事。要講味千拉麵嘅起落，我哋一定要先將時間撥返去上世紀90年代。當時嘅香港同內地，日式料理仲係一種好高級、好新潮嘅玩意。普通人想食餐好嘅日本菜，一入去動輒就要幾百蚊，根本唔係人人消費得起。就喺呢個時候，一個叫潘慧嘅香港女人出現啦。潘慧本身喺山西出世，後來喺80年代跟父母落嚟香港。佢個人極度有商業頭腦，做過食品貿易，眼光非常之獨立。喺1995年，潘慧去日本考察嘅時候，無意中喺九州島嘅熊本縣食到一間叫做味千拉麵嘅街邊小店。當時呢間小店由一個叫松光孝治嘅日本人開創，雖然店面細細，但佢哋主打嘅白湯拉麵味道非常之濃郁，喺當地好受歡迎。潘慧一食，即刻覺得呢個係一盤發大財嘅好生意。佢心諗，如果可以將呢種日式拉麵帶返去香港同中國內地，做成好似麥當勞、肯德基咁樣嘅標準化連鎖快餐，咁咪發達。潘慧係一個行動派，佢即刻揾日本創辦人談判，最後成功攞到味千拉麵喺中國內地、香港同澳門嘅永久獨家經營權。1996年，潘慧喺香港銅鑼灣開咗第一間味千拉麵。當時呢間鋪頭一開張，真係可以用震撼全城來形容。你想下，喺1990幾年，一碗普通嘅港式雲吞麵、牛腩麵大概賣10幾蚊，但味千拉麵一碗招牌骨湯拉麵竟然敢賣到接近30至40蚊港幣。呢個價錢喺當時絕對唔平，但潘慧包裝得好厲害，佢將鋪頭裝修得非常有東瀛風情，燈光柔和，原木桌椅，店員用日文叫歡迎光臨，將食拉麵塑造成一種高尚、有品味嘅中產階級消費。結果香港人非常收光，門口日日排長龍。喺香港一炮而紅之後，潘慧即刻將目光投向市場更加巨大嘅中國內地。1997年，佢喺深圳開咗內地第一間分店。當時內地嘅餐飲業更加缺乏呢種標準化嘅高檔快餐，味千拉麵簡直係降維打擊。潘慧用咗一招叫做大骨熬湯嘅致命武器，成功俘虜咗億萬消費者嘅心。當時味千拉麵嘅宣傳廣告鋪天蓋地，佢哋宣稱自己嘅湯底之所以咁濃郁、感情與白色，係因為用咗日本傳統工藝，用新鮮大骨足足熬製咗50幾年，入面含有豐富嘅膠原蛋白同鈣質。甚至佢哋仲攞出一份所謂嘅權威報告，大大隻字寫住食一碗味千拉麵，吸收嘅鈣質相當於普通牛奶嘅4倍，普通肉類嘅10幾倍。呢個健康、營養、高檔嘅標籤喺當時啱啱富裕起來，開始追求生活質素嘅內地中產眼中，簡直係完美嘅選擇。家長覺得帶小朋友去食有營養，年輕人覺得去食夠時尚。味千拉麵憑住呢碗神湯，開始咗瘋狂嘅擴張之路，由深圳、上海、北京一路開到全國大大小小嘅城市，只要有大型商場嘅地方，就一定有一間裝修精美嘅味千拉麵。到咗2007年，味千拉麵迎來咗佢哋最輝煌嘅巔峰時刻。嗰一年嘅3月30號，味千中國成功喺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號係00538。
呢次上市非常之轟動，因為味千拉麵係第一家喺境外上市嘅內地連鎖餐飲企業，打破咗歷史紀錄。上市當日，股價瘋狂飆升，公司市值瞬間衝上咗90幾億港元。作為創辦人兼大老闆嘅潘慧，身家隨之暴漲。由2007年到2010年，潘慧連續幾年登上胡潤餐飲富豪榜嘅榜首，成為名副其實嘅中國餐飲女王同香港女首富之一。當時嘅潘慧真係意氣風發，佢喺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豪言壯語，話要在短期內實現千店計劃，將味千拉麵開到全中國每一條繁華嘅街道。可惜人狂有禍，天狂有雨。味千拉麵用謊言堆砌出來嘅空中樓閣，終於喺2011年迎來咗毀滅性嘅重創。呢個就係轟動整個華人社會、徹底改寫味千命運嘅骨湯門事件。2011年嘅7月，有內地媒體記者進行深入暗訪，結果爆出一個驚天大秘密。原來味千拉麵一直以來引以為傲、宣傳足足熬咗50幾年嘅純天然大骨濃湯，根本就唔係喺廚房用大骨慢慢熬出來嘅。真相係，佢哋係將一種在工廠預先做好嘅濃縮湯膏運到分店之後，直接倒入自來水或者熱水入面，用高溫攪拌沖兌出來嘅。簡單啲來講，消費者用30-40蚊買嘅神級營養湯，本質上同普通便利店買幾蚊一包嘅即食麵調味粉包冇任何分別。更令人憤怒嘅係，之前佢哋宣稱嘅一碗麵鈣含量等同4杯牛奶嘅數據，最後被證實完全係捏造同誇大。嗰個所謂嘅檢測報告，其實係將濃縮湯膏原液嘅鈣含量當成咗稀釋後嘅拉麵湯來宣傳，兩者嘅差距足足差咗幾十倍。呢個消息一出，整個市場一整片嘩然。消費者覺得自己受盡咗欺騙，有一種被降智同被當成傻仔嘅恥辱感。你一間賣咁貴嘅高級拉麵店，原來俾人食嘅係化學劑沖水麵，誠信破產，對於做餐飲嘅人來講係最致命嘅。雖然味千拉麵後來急急腳出面道歉，承認湯底確實係由濃縮液沖兌，但佢哋仲好死撐咁話，呢個係現代餐飲中央廚房嘅標準化工業流程，並非故意欺騙。但消費者根本唔買賬，你用中央廚房做料理包冇問題，但你唔好一邊用調味包，一邊厚顏無恥咁用大骨熬製50幾年來做噱頭去收高價。骨湯門事件爆發之後，味千拉麵嘅股價喺短短幾日之內好似高空彈跳咁樣狂跌，市值喺幾日入面蒸發咗幾十億港元。上海市工商局更加係直接介入調查，最後以虛假宣傳、違反不正當競爭法為由，對味千拉麵處以罰款。雖然幾十萬嘅罰款對於味千來講係九牛一毛，但佢哋辛辛苦苦建立咗10幾年嘅品牌形象，喺一夜之間徹底崩塌。消費者對佢哋嘅信任度跌到去0。以前大家覺得食味千係一種身份同品味嘅象徵，依家大家提起味千拉麵，第一反應就係嗰間用粉沖湯嘅大話精拉麵。如果話骨湯門係將味千拉麵拉下神壇嘅第一把火，咁接下來發生嘅事就真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將呢間公司一步步推向萬劫不復嘅深淵。就在骨湯門發生後無幾年，味千拉麵內部竟然爆出咗一宗極度荒謬、情節好似警匪片咁樣嘅內鬼貪污案。呢個就係2018年震驚香港財經界嘅首席財務官貪污案。當時味千拉麵嘅首席財務官 CFO 劉家豪，一個掌握住全公司財政大權、年薪過百萬嘅高級打工皇帝，竟然利用職務之便，實施咗一個長達7年嘅瞞天過海計謀。佢喺2012年到2018年呢7年期間，利用公司管理上嘅巨大漏洞，透過狂抄老闆潘慧嘅簽名，居然先後開出咗高達180幾張俗稱擦鞋支票嘅公司支票，將公司銀行戶口入面嘅資金神不知鬼不覺咁轉入自己嘅個人戶口。最搞笑嘅係，呢個財務總監居然喺7年入面陸陸續續偷走咗公司足足2600幾萬港元。而作為掌舵人嘅潘慧同埋整個董事會，竟然喺咁多年入面完全冇發現，直到銀行方面覺得個戶口資金流向太過異常，主動通知潘慧，呢個驚天大漏洞才被揭發。
一個連自己首席財務官偷咗幾千萬，偷咗7年都察覺唔到嘅公司，佢哋嘅內部管理同審計差到咩程度，可想而知。這單官司最後喺2021年宣判，劉家豪被高等法院判處入獄7年。雖然人坐咗監，但這件事對味千拉麵嘅企業形象又係一次致命一擊。各大機構投資者紛紛搖頭，覺得呢間公司嘅家族式管理存在嚴重漏洞，資金安全毫無保障，於是紛紛拋售股票。除咗內部管理混亂，味千拉麵喺分店嘅衛生管理上同樣爆出過令人作嘔嘅醜聞。喺香港同內地嘅部分分店，味千多次被衛生部門或者媒體踢爆廚房環境惡劣。其中最著名嘅一次，莫過於有員工踢爆分店廚房居然用含有化學洗潔精嘅水去清洗拉麵。當時有員工為了貪方便趕時間，喺煮麵同過冷河嘅過程中處理極度不衛生，甚至連洗潔精嘅泡沫都未沖乾淨就將條麵上碟送去俾客人食。呢個洗潔精麵嘅傳聞雖然在各個地方有唔同嘅版本同調查結果，但在網絡資訊發達嘅時代，經過網民一傳十，十傳百，味千拉麵嘅名聲已經臭名遠播。大家覺得呢間鋪頭不但呃人，而且連最基本嘅食品安全都做唔好。既然自己嘅主業拉麵已經搞到一鑊泡，做老闆嘅潘惠當時無想辦法好好重塑品牌，痛改前非去研發真正嘅好湯底，反而諗住走捷徑，想靠金融投資來揾快錢翻盤。結果呢個決定成為了味千拉麵商業大崩盤嘅另一個巨型炸彈。喺2015年，內地互聯網外賣平台正處於瘋狂燒錢補貼、逐鹿中原嘅群雄割據時代。當時百度外賣做得很火熱，潘惠覺得外賣係未來嘅大趨勢，於是拍板決定由味千中國出資6000萬美元投資落去百度外賣度。一開始呢筆投資睇起來好似好成功，因為百度外賣嘅估值一度暴漲，味千喺賬面上賺到盆滿缽滿，潘惠甚至喺年報入面大肆炫耀。但好景不常，內地外賣市場很快就變成美團同餓了麼兩大巨頭嘅天下。百度外賣在激烈嘅競爭中迅速潰敗，最後喺2017年被餓了麼以極低嘅價格賤賣收購。呢次投資失利，直接導致味千拉麵喺2017年財年錄得巨額虧損，賬面淨虧損高達接近5億元人民幣。佢哋辛辛苦苦賣幾千萬碗拉麵賺翻來嘅血汗錢，就咁樣喺資本市場入面化為烏有。潘惠嘅神話再次破滅，投資者對佢徹底失去了信心。而更深層次嘅原因係味千拉麵在產品同定位上嘅徹底落伍。2010年之後，整個中國內地同香港嘅餐飲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嘅變化。一方面，真正嘅日本本土拉麵品牌開始大舉進軍華人市場，好似大家熟知嘅一蘭拉麵、豚王、一風堂等等。呢啲品牌人哋係真真正正喺店鋪廚房用幾十斤豬骨熬足幾十個小時熬出豬骨濃湯嘅。當消費者食過真正嘅日本拉麵，明白咩叫匠人精神之後，再返去食味千拉麵嗰種用料理包沖出來死鹹死鹹嘅湯底，高下立判。味千那一套偽日式嘅神秘麵紗被徹底撕爛咗。另一方面，大眾餐飲同快餐行業瘋狂崛起。無論係各式各樣嘅中式麵館，好似蘭州拉麵、重慶小麵嘅品牌化，定係新式茶餐廳、網紅西餐，消費者嘅選擇多到數唔到。而味千拉麵呢10幾年來，除咗將價格一路越調越高之外，佢哋嘅菜單、味道、裝修風格，幾乎幾十年如一日，毫無創新。一碗平庸嘅蔥對拉麵，依家在商場入面要賣到50、60蚊，甚至更高。消費者心諗，我用呢個價錢去食一碗新鮮現熬嘅本土牛肉麵，或者去食一餐精緻嘅日式定食唔好？點解仲要交智商稅去食你呢間誠信有污點嘅老牌快餐？結果可想而知，味千拉麵迎來了史無前例嘅關店潮。喺佢哋最巔峰嘅時候，全國擁有接近800間分店，但到咗最近呢幾年，分店數量呈現斷崖式下跌。執完一間又一間，好多曾經地標性嘅大商場分店，
因為交唔起昂貴嘅租金，加上烏蠅都唔多隻嘅客流量，紛紛無奈結業。喺香港，味千拉麵嘅蹤影更加係買少見少，好多黃金地段嘅鋪位一早就被其他新興餐飲品牌取代。反映在財經市場上，就係一幅極度慘烈嘅商業崩盤圖。味千拉麵嘅股價由當年初上市以及後來高位嘅10幾蚊港幣，一路跌到不忍直視。到咗2020幾年嘅今日，佢哋嘅股價長期喺幾毫子嘅水平徘徊，徹底變成了乏人問津嘅仙股。公司嘅總市值由最高峰時期嘅150多億港元跌到依家只剩返幾億港元。算一算，整整超過140幾億港元嘅市值喺這10幾年嘅折騰入面徹底蒸發，化為灰燼。潘慧，這位曾經高高在上、風光無限嘅香港女首富、餐飲女王，依家眼睜睜睇住自己一手創立嘅拉麵帝國喺自己手中慢慢走向日落西山。佢嘅故事可以話係給所有做生意、做餐飲嘅人上了一堂最深刻、代價最昂貴嘅商業歷史課。味千拉麵嘅衰落，表面上係因為外在競爭激烈，是因為投資失利，但本質上係因為佢哋忘記了做餐飲最根本嘅初心、誠信與品質。當年佢哋食正咗市場嘅紅利，靠住大膽嘅營銷同標準化嘅管理賺到第一桶金。如果當時佢哋能將賺到嘅錢真正投入到提升產品質量，真正去熬製一碗好湯，憑住佢哋強大嘅供應鏈，今日絕對依然係餐飲界嘅巨頭。可惜佢哋揀選了用謊言來欺騙消費者，用化學粉末去冒充50幾年嘅匠人精神。當一個品牌將消費者當成傻仔嘅時候，其實就已經注定了被消費者徹底拋棄嘅結局。味千拉麵今日執完一間又一間，市值蒸發140幾億，股價暴跌96%，這一切嘅慘烈後果，唔怪得邊個，全部都係呢個大話精當年自己種下嘅因，依家自己含淚食反個果。市場係最公平嘅法官，任何企圖用小聰明呃騙大眾嘅企業，終有一日都要在滾滾向前嘅時代浪潮入面，付出最慘痛嘅代價。今日同大家傾下，最近行過觀塘，有冇一種好陌生，甚至有少少心寒嘅感覺？以前下晝3、4點 ，APM 周圍或者開源道成街都係着恤衫西褲嘅 OL 同 IT 狗，搵間餐廳食晏都排隊排到火都要到埋。但係最近呢幾個月，你再去睇下，唔單止條街好似鬆動咗，最誇張嘅係啲平時行開嘅名店，甚至連鎖大牌子，一間接一間咁拉埋閘，貼住快租約期滿或者直情變咗空鋪。好多人一見到咁嘅情況，第一反應就會話，實係因為近年個個都想去深圳消費啦，個個禮拜6日都北上福田、南山，搞到本地零售死晒啦。但係大家諗深一層，觀塘名店連環執笠，寫字樓空置率衝破晒歷史紀錄，呢件事真係可以單純怪落北上消費4個字度咩？如果你平時有留意開財經或者地產數據，你就會發現個真相根本殘忍好多。根據國際房地產顧問恒來方最新發表嘅數據，成個九龍東嘅寫字樓市場正經歷緊一場前所未有嘅海嘯，成個區裏面竟然有接近13萬個白領職位喺不知不覺間消失咗。13萬人啊，呢個唔係一個細數目，呢度牽涉到嘅唔單止係零售業冇人幫襯，而係背後成個九龍東商業區面臨緊全行業嘅大洗牌。今日我就同大家逐層拆解，到底觀塘甚至成個九龍東係點樣由當年政府吹到天花亂墜嘅第2個核心商業區，變成今日寫字樓空置率破紀錄嘅重災區。講起觀塘，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都係工廠大廈、茶餐廳，仲有永遠塞車嘅觀塘道。但係大約喺2011年至2012年前後，當時嘅政府推行咗一個好宏大嘅計劃，叫做起動九龍東。政府當時嘅藍圖係非常之靚嘅，佢哋話中環、金鐘呢啲傳統嘅第一代核心商業區已經完全飽和，租金貴到上天，所以要將觀塘、九龍灣同埋啟德一帶打造成為香港第2個核心商業區，亦即係所謂嘅 CBD2。嗰陣時，成個地產市場好似打咗強心針咁，無數嘅發展商進駐，將一棟棟舊嘅工廠大廈拆咗佢，改建成超級豪華、
玻璃幕牆閃閃生輝嘅甲級寫字樓。好多原本喺中環或者灣仔頂唔順貴租嘅跨國大企業、大型銀行嘅後勤總部、保險公司，甚至係各大零售品牌嘅香港總部，都紛紛搬入觀塘。一時間，觀塘由一個藍領工廠區，搖身一變成為高大上嘅商業中心，每日出入嘅都係幾萬、十幾萬計嘅高薪白領。但係花無百日紅，來方最新嘅數據好似一記清脆嘅耳光，打醒咗所有人。數據顯示，九龍東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已經飆升到一個令人驚心動魄嘅水平，部分區域甚至突破咗2成，創下咗歷史新高。2成空置率即係點？即係你行入一棟新起好、非常大氣嘅甲級寫字樓，每5層就有整整1層係烏燈黑火，完全無人租嘅。當寫字樓無人租，最直接影響嘅就係喺入面返工嘅人流。地產顧問公司做過詳細嘅推算，將呢幾年流失嘅辦公室樓面面積乘以一般辦公室每人佔用嘅尺數，得出一個令人震驚嘅結論：喺九龍東返工嘅白領階層，相比起高峰期，足足減少咗大約13萬人。13萬個白領消失咗，對觀塘代表住啲乜嘢？呢個就係點解我話名店連環執笠唔關北上消費事嘅核心原因。大家試下用常理去諗，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會喺觀塘 APM 或者周圍名店買嘢、食飯、消費嘅人，究竟係一班點樣嘅人？佢哋唔係遊客，亦唔係專登由屯門或者沙田搭車過嚟行街嘅主婦，而係真真正正喺附近返工、食晏、收工順便行街嘅呢班白領。呢班白領以前人工高、福利好，中午食個午餐，動輒都要100-200蚊。收工心情好或者要送禮，就去商場入面嘅名店買名牌化妝品、衫褲鞋襪或者手袋。呢種消費叫商務配套消費或者工作圈消費。但係而家呢13萬人憑空消失咗。當你每日下晝冇咗13萬個有穩定收入、消費力強嘅人流喺個區度活動，你成個區嘅零售生態點可能頂得住？就算班香港人星期6日唔去深圳，乖乖地留喺香港，佢哋都唔會喺星期1至5嘅辦公時間走入觀塘幫襯名店啦。所以觀塘名店嘅結業潮根本唔係因為香港人放假北上將錢消費喺深圳，而係因為觀塘本身嘅消費人口底盤已經被徹底抽乾。咁大家一定會問，呢13萬個白領到底去咗邊度？佢哋係咪集體失業，定係搬遷咗去其他地方？呢個就涉及到成個香港乃至全球商業環境嘅大轉變。首先，最主要嘅原因係跨國企業嘅縮皮同埋重組潮。過去呢2-3年，全球經濟環境都好嚴峻，高利息環境持續，好多外資企業、大型銀行同保險公司都要全球裁員或者縮減規模。以前一間跨國銀行可能喺觀塘租咗整整5層樓做後勤中心、IT 部門或者電話理財中心，每層樓坐幾百人。但隨着科技發展，好多工序被人工智能或者外判取代，加上公司要慳成本，一裁員可能就將原本5層樓嘅規模縮到得返3層。更有甚者，有部分外資選擇直接將成個部門遷離香港，搬去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印度等營運成本更低嘅地方。呢種企業架構嘅調整，直接導致辦公室需求急劇下跌。第二個原因係混合辦公模式嘅普及化。自從經歷咗前幾年嘅疫情之後，好多科技公司、創意產業或者跨國機構都發現，原來員工留喺屋企返工，工作效率並唔會低得去邊，反而公司可以慳返一大筆辦公室租金。於是，好多公司開始推行每星期只需要返辦公室2日或者3日嘅制度。當員工唔使日日返辦公室，公司自然就會將原本好大嘅辦公室退租，轉租一啲面積細好多，只係用嚟開會或者做共享空間嘅地方。當一個白領一個星期有3日留喺屋企，佢嗰3日嘅食飯同零售消費就會分散咗去全港各區嘅住宅區，而唔會再貢獻俾觀塘。第三個原因就係中環去中心化嘅逆轉，或者叫優質商廈搬遷潮。呢一點其實幾諷刺。當年起動九龍東之所以成功，
係因為中環嘅租金實在太貴，每平方尺租金喐下都過百甚至接近200蚊，逼到好多企業要搬入九龍東。但係呢2年，因為整體寫字樓市場市道低迷，連中環、金鐘、灣仔呢啲核心地段嘅甲級寫字樓租金都大幅回落，甚至有發展商為咗搶客，開出非常吸引嘅免租期同埋裝修津貼。結果呢？一啲原本喺觀塘租緊樓嘅高質素企業，一算賬，發現而家去中環或者鰂魚涌太古坊租樓嘅價錢，竟然同幾年前喺觀塘差不多，甚至仲有得平。中環話晒都係傳統嘅國際金融中心面子，交通又方便，對吸引人才始終有優勢。於是呢班有實力嘅租客就選擇回流返去港島區。呢種搬遷潮直接將九龍東寫字樓嘅底牌掀開，令佢哋失去咗原本最大嘅平價替代品優勢。當白領人口大規模流失，寫字樓大面積空置，成個觀塘嘅經濟生態圈就會好似多米諾骨牌咁，產生連鎖嘅災難性反應。第一塊倒下嘅骨牌就係我哋親眼見到嘅高端零售同餐飲。大家要知道，名店或者連鎖高級品牌嘅租金承擔能力係建立喺高人流同高客單價之上嘅。當寫字樓客群消失，商場嘅平日黃金時間變得冷冷清清，呢啲名店每個月嘅營業額可能連交租都唔夠。發展商雖然口頭上話會優化商戶組合，但事實上面對現實，如果連名店都做唔落去，為咗唔好讓鋪位空置顯得太難看，佢哋唯有將啲鋪位平租俾一啲賣平價衣服、短線特賣場或者雜貨店。咁樣一嚟，成個商場或者成個區嘅消費層次就會拉低。第二塊倒下嘅骨牌係中小企同配套服務業。喺甲級寫字樓周邊，其實生存住無數嘅中小型企業，例如印刷公司、快遞物流、商務會計、IT 支援，甚至係裝修工程同清潔公司。當跨國大企業搬走或者縮減規模，呢班依附喺大企業周圍生存嘅中小企就會即時失去訂單。好多中小企頂唔順，唯有裁員或者直接倒閉。呢個就係全行業大洗牌嘅恐怖之處，佢唔係單一大型機構撤出咁簡單，而是整條商業食物鏈嘅斷裂。第三塊倒下嘅骨牌係全區嘅餐飲業。以前觀塘開源道或者工廈入面嘅私房菜、咖啡，中午時間真係一位難求，甚至要限時食45分鐘。但而家你下晝去睇，好多工廈咖啡都開始做買一送一，或者下午茶時段推出極平嘅優惠嚟吸客。餐飲業老細話，以前靠星期一至五賺辦公室客嘅錢，星期六日倒下都得，而家係星期一至五都冇人食飯，星期六日直情變咗死城。因為無人會專登放假去觀塘工廈食飯，除非真係有特別活動。面對咁樣嘅困局，九龍東到底要面臨一個點樣嘅全行業大洗牌？答案係，佢必須要經歷一段極度痛苦嘅去泡沫化同埋功能轉型過程。首先，寫字樓嘅租金必須要大幅度向下調整，而且呢個調整可能係長期性，甚至係不歸路。過去發展商或者業主心態好高，覺得自己係 CBD2，租金應該要維持喺某一個體面嘅水平。但現實擺在眼前，空置率突破紀錄，如果唔肯大幅減租，層樓放喺度每日都係蝕管理費同差餉。所以未來九龍東寫字樓嘅租金好可能會全面走向工廈化或者平民化，用極低嘅租金去吸引一啲本地嘅初創企業、非牟利機構或者文化藝術團體進駐。雖然咁樣做可以填補空置率，但租金收入同埋物業嘅估值就會出現斷崖式嘅下跌。物業估值一跌，背後持有呢啲物業嘅發展商或者財團，佢哋嘅資產負債表就會變得好難睇，甚至會引發銀行抽貸嘅危機。其次，成個區嘅定位要由商業中心無奈地轉變為社區民生中心。既然13萬個白領高消費群消失咗，咁剩低落嚟嘅就只有觀塘區本身龐大嘅住宅人口。觀塘區本身係香港其中一個人口密度最高，同時亦係平均收入比較低嘅舊區。當商業元素退卻，商場同埋街鋪嘅零售定位
就必須要全面迎合本地基層或者中產家庭嘅日常民生需求。名店會繼續執笠，取而代之嘅會係更多嘅連鎖超級市場、平價飯堂、家品雜貨店或者補習社、醫務中心。這種轉型雖然可以令個區維持到基本嘅生命力，但佢同當年政府宣傳嘅璀璨國際商業中心嘅宏大願景已經完全係兩回事。再者，好多當年高價買入觀塘商廈物業嘅小投資者或者炒家，將會面臨最慘烈嘅洗牌。喺起動九龍東最火熱嘅年代，好多人以為買入一個觀塘嘅寫字樓企業單位就可以坐享升值，未來收租回報穩定。點知遇上呢場世紀大洗牌，而家好多人斷供，或者要蝕讓5成、6成先至賣得出。呢啲投資者嘅財富蒸發，亦會進一步打擊本地嘅消費信心。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明白，觀塘名店連環執笠，寫字樓空置率破紀錄，背後影射出嘅係香港整體經濟結構緊經歷緊嘅深層次轉型。我們唔可以每次見到有店鋪結業，就簡單直接地歸咎於香港人鍾意上去深圳消費。北上消費只是一個催化劑，或者係一個表面嘅現象。真正嘅核心問題係香港傳統作為國際商業樞紐嘅角色，喺全球經濟新格局、跨國企業策略改變以及本地營運成本過高嘅多重夾擊下，正面臨嚴峻嘅考驗。九龍東嘅大洗牌其實只係一個縮影，佢話俾我哋聽，過去嗰種單靠起幾棟靚大廈包裝一個新概念就能夠吸引無數財富同人才進駐嘅黃金年代，已經悄悄地過去咗。當潮水退去嘅時候，邊個無着褲？數據睇得一清二楚。13萬白領嘅流失係一個實實在在嘅警號。觀塘未來可唔可以重新揾到自己嘅定位，喺痛苦嘅洗牌中浴火重生，變成一個真正具備韌性、能夠自給自足嘅新社區，定係會淪為一個高不成低不就嘅尷尬商業邊緣區？呢個不單止係九龍東業主同商家要面對嘅問題，更係成個香港在思考未來經濟出路時必須要共同面對嘅一道嚴肅課題。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聊一個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甚至讓很多人看完整個心驚肉跳的話題。相信很多人平常去逛大賣場，特別是去 Costco 的時候，購物車裡一定少不了一大瓶鮮奶，因為它便宜，大碗 CP 值高到爆表，買回家全家人喝過給天剛好。但是最近網絡上出現了一個非常神奇的影片，有個創作者居然故意把 Costco 的鮮奶放在常溫下，整整放了80給天。沒錯，你沒有聽錯，就是80給天，2個多月。更誇張的是，他把這瓶放了2個多月的牛奶倒出來之後，發現這瓶牛奶居然沒有變臭，沒有發霉，甚至看起來玩跟剛買回來的時候差不多。於是這個創作者就開始在影片裡瘋狂暗示，甚至明示大家，你看這瓶牛奶放了80給天都不壞，這絕對不天然，裡面一定加了大量的防腐劑，或者根本就是化學合成的科技與狠活。這個影片一出來，立刻在網絡上炸壞了鍋，無數的網友開始恐慌，有人說，天啊，我天天給我家小孩喝這個，原來我天天在讓他們喝防腐劑。網友人說，難怪它賣得這麼便宜，原來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鮮奶。看到這裡，你是不是心裡也開始犯嘟囔，是不是也覺得這牛奶有問題？今天這期影片，我們不跟風，不瞎歧視，我們用純粹的科貨邏輯和食品工業的真實底層邏輯來徹底拆解這場精心策劃的網絡鬧劇。我們會把所有那些看起來神乎其神的現象，一層一層的摸壞給你聽。聽完之後，你就會明白，這到底是食品安全的驚天大醜聞，還是某些網紅為了收割流量，利用大眾的知識盲區進行的一場母起暗示。首先，我們先來還原一下這個實驗的漏洞到底有多大。很多人一看到80給天不壞，直告反應就是這不可能，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裡，不管是哪家牌子的鮮奶，只要你敢把它放在桌子上不冰，大概過個1天2天，它就開始發酸。如果放個1個禮拜，它甚至會開始床毛結塊，發出讓人作嘔的酸臭味。這才是我們認知中的天然鮮奶，對吧？所以當大家看到這瓶放了80給天的 Costco 牛奶居然完好無損的時候，認知徹底被顛覆了。但是大家忽略了一個最根本最關鍵的前提，那就是
这瓶牛奶在被放置的这80给天里，它到底是坏过封的，还是完全密封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些想要博眼球的影片，你会发现他们通常会刻意模糊这个4解。答案其实非常简单，这瓶牛奶在放了80给天的过程当中，是绝对100%没有嗨过封的，也就是说，它是处于一个完全无菌的密封状态。这时候有人就要反驳了，就算没嗨封，那也是鲜奶啊，鲜奶不就是应该过期就外吗？为什么别人的鲜奶没嗨封放个2个礼拜也酸了，它的鲜奶放80给天却没事？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它里面加了东西吗？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为什么这瓶牛奶可以放80给天不化。这绝对不是因为里面加了防腐剤。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规里，鲜乳是绝对万不能添加任何防腐剤的。任何品牌只要敢在鲜奶里加防腐剂，那不叫违规，那叫犯罪，一查到就是直接关门大吉。没有任何一家大型跨国企业会冒着品牌彻底毁灭的风险去干这种蠢事。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牵涉到现代食品工业里非常厉害的2大核心技术，一个叫做杀菌工艺，另一个叫做无菌包装。我们平常在市面上能买到的牛奶，根据杀菌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第一种叫做巴氏杀菌奶，这种牛奶使用的是比较温和的杀菌方式，通常是在摄氏62到65度下加热30分钟，或者在摄氏72到75度下加热15秒。这种杀菌方式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为了把牛奶里面的致病菌，也就是会让人生病的细菌给杀死，但是它会保留一部分对人体无害或者活性比较弱的细菌。因为没有把细菌赶尽杀绝，所以这种巴氏杀菌奶对保存条件的要求非常高，它必须全程冷链，也就是从出厂、运输、上架到你买回家，都必须保持在摄氏4度左右，而且它的保存期限非常短，通常只有7到10天左右。只要你离开冰箱一阵子，里面的残留细菌就会开始疯狂繁殖，牛奶很快就化了。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超市冷藏柜里看到的那种保存期限很短的鲜奶。第二种叫做超高温灭菌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温奶、保酒乳。这种牛奶用的杀菌方式就非常残暴了，它会在摄氏135到150度的高温下进行短短的大概2到4秒的瞬间加热。在这个温度下，别说致病菌了，牛奶里面所有的微生物、细菌，连同细菌的芽孢，通通都会被一网打尽，彻底消灭。这个过程不叫杀菌，它叫灭菌。灭就是消灭的灭，意思就是里面一个活物都没有了。当牛奶大到了完全无菌的状态之后，再配合上多层复合的无菌包装，把空气、光线、外面的细菌全部隔绝在外。既然里面没有细菌，外面也进不去细菌，那这瓶牛奶放在常温下，它要怎么腐败？我们大家都知道，食物之所以会腐败、会发酸、会发臭，是因为微生物在里面吃喝拉撒，疯狂繁殖。如果一瓶牛奶里连一只细菌都没有，那它放100天，甚至放1年，它都绝对不会发酸发臭，因为根本就没有微生物去分解它。这时候精彩的来了， Costco 卖的那款很有名的鲜奶，它到底属于哪一种？很多人会说，不对啊， Costco 那款牛奶，它在卖场里是放在冷藏柜里卖的啊，我们买回家也必须放在冰箱里冰住啊。如果它是常温奶，那它为什么要冰？如果它是冷藏的鲜奶，那它为什么能放80给天？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就是那些不良创作者最喜欢利用的模糊地带，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破解的核心秘密，叫做超巴氏杀菌技术。超巴氏杀菌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延长保存期乳，英文简称叫做 ESL 技术。这种技术介于我们刚刚学的巴氏杀菌和超高温灭菌之间，它采用的温度通常是摄氏125到138度，加热个几秒钟。这种工艺厉害之处在于，它比传统的巴氏杀菌更严格，能把绝大多数的细菌和污染源彻底清除，接近常温奶的灭菌科别。但是它又没有像常温奶做的那么倔，所以它依然保留了鲜奶比较好的口感和风味。经过超巴氏杀菌处理的牛奶，在完全密封而且低温冷藏的环境下，它的保存期限可以大幅度延长，通常可以达到45天、60天，甚至更长。看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吗？ Costco 的那款牛奶，它在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它的保存期限。在美国或者很多其他地方，因为物流距离非常遥远，如果牛奶只能放1个礼拜，
那可能从木床问到麦床，路上就花掉4、5天了。消费者买回家隔天就过期了，这根本无法贩售。所以他们必须采用这种超巴氏杀菌技术来确保牛奶有足够长的保存期限，可以跨越几千公里运送到各个地方。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放了80几天的常温实验。那个人把一瓶采用了超巴氏杀菌，里面几乎没有细菌的密封牛奶拿去放在常温下放了80几天。因为这瓶牛奶在出厂封口的时候，里面的商业无菌状态做得太好，导致里面根本就没有留下可以让它腐败的细菌种子，外面的空气和细菌又因为密封进不去，所以哪怕你把它放在常温下，它依然没有任何媒介去引发腐败。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防腐灾的功劳，这恰恰证明了现代食品工业在无菌控制和灌装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多么恐怖和高标准的精准度。这说明人家的生产线前进到了极致，连一只漏网的细菌都没有留下。结果这样一个代表着高标准卫生和先进工业技术的现象，竟然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当作暗示它不天然有害的黑料。这不是本末倒置是什么？这不是利用大家的无知来制造恐慌是什么？我们再来深度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天天在网络上喊着不天然、科技与狠活的人，他们心中所谓的天然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在他们的逻辑里，只有那种积出来没几个小时就变质，放在常温下一天就臭掉，里面积满了各种各样不知名细菌的食物才叫天然？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天然，那这种天然代价未免也太高了。在没有现代食品杀菌技术的古代，人类喝生牛奶往往要冒着感染介和杆菌、布氏杆菌、沙门氏菌等各种致命病菌的风险。那时候的人平均寿命那么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吃进去了太多太天然的致命细菌。现代食品工业的核心目的就是用科学的手段，在最大程度保留食物营养的同时，把这些潜在的致命风险降到最低，让住在都市里远离牧场的普通人随时随地都能喝到一杯安全、前健、便宜的牛奶。那些利用80几天不外来做文章的影片，手法真的非常高明而且险恶。他们不会在影片里直接说这瓶牛奶有毒，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直接说方会面临法律责任和品牌的提告，所以他们最喜欢用的招式叫做暗示。他们会用一种夸张的表情，一边把牛奶倒出来，一边咂咂清奇穴。哇，你们看，这都80几天了，这到底是什么成分啊？我可不敢喝，你们自己想想吧。这句你们自己想想吧，就是最毒的蜜糖。他把思考的皮球抛给了缺乏专业背景的普通观众。普通观众在没有食品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日常经验去推动，而大众的经验就是食物放久了会哇，不哇就是加了防腐剤。于是恐慌就被成功制造出来了，点阅率、按赞数、分享量源源不绝的来，这个网红的流量和收益就占得盆满盆满。至于这背后为对大众造成多大的认知误导，为对勤勤恳恳做好品质控制的品牌造成多大的名誉损失，这些网红根本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有自己后台的收益数轨。我们在看这类影片的时候，一定要活尾多问一个为什么。如果一瓶牛奶真的加了可以让它在常温下放80几天都不坏的防腐剂量，那得加多少？那种分量的防腐剂喝下去舌头马上就会发麻，甚至味道早就变了。而且 Costco 作为全球顶科的零售巨头，它的每一批产品都要接受各个国家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抽检。如果真的有防腐剂，难道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质检部门，那么多专业的化学仪器全都瞎了眼，全都查不出来？只有一个网红用眼睛和常温放80几天就查出来了，这用常理去推断都是完全说不通的。我们再来聊聊牛奶在放了80几天之后，虽然它外表看起来没有变质，没有发酸，那它完能喝吗？它真的完全没有变化吗？答案是，虽然它没有腐败，但它绝对不好喝了。而且我们也强烈不建议喝，因为虽然里面没有细菌，不会导致食物腐败，但是牛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和化学系统，在常温下放置80几天，牛奶里面的蛋白质会发生缓慢的自然沉降和变性，牛奶里的脂肪也会慢慢聚集、分离，甚至在光线和氧气的微量作用下发生慢性的脂肪氧化。也就是说，这瓶牛奶虽然没有毒，也没有细菌污染，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已经大幅度流失了。它的口感可能会变得非常奇怪，甚至会有一种淡淡的油辣味或纸板味。
这就是为什么厂家虽然用了超巴氏杀菌技术，但依然未在包装上标明必须冷藏保存，并且要在规定的保存期限内喝完，因为人家厂家给你的保存期限是在冷藏条件下保证最好风味和最高营养价值的期限。你故意把它放在常温下80给天，这是极端破坏性的差事。它虽然没袜，但它也已经不是一瓶合格的商品牛奶了。用这种极端的不符合使用血名的操作去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这就跟有人把一只防水手机放在水里泡了整整1年，最后发现手机进水坏了，然后拍影片大骂血，这手机居然会进水，这牌子偷工减料，骗人，这不是一样的流氓逻辑吗？这个世界上很多看似违反常理的现象，背后其实都有着非常扎实的科学底层逻辑，只是科学往往是枯燥的，需要活榨成本的，而谣言和暗示往往是感性的、刺激的，符合人类直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网络时代，造谣一张嘴，批油跑断腿。一个网红花几十块钱买瓶牛奶，在角落里放2个月，拍个几分钟的短影片，就能随随便便占到100万点阅。但是要跟大家解释清楚，什么是巴氏杀菌，什么是超巴氏杀菌，什么是商业无菌，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很多人看到一半就搞得无聊点坏了。但是我们做这个内容，就是希望能给那些真正愿意思考、真正崇尚科学和理性的人提供一个看清真相的视角。我们不希望看到大家被那些廉价的流量贩子牵着鼻子走，天天活在毫无必要的食品恐慌当中。当我们下一次在网络上又看到有人拿着某种放了很久不化的食物，在荧幕前大惊小怪、疯狂暗示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心里能够冷笑一声，然后在心里默默地想，哦，这又是哪家工厂的灭菌技术做得太好了，把这个网红的智商给震撼到了。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盲目的去怀疑一切大公司，怀疑一切现代工业，而是活伟用科学的武器去武装自己，去识别那些隐蔽的逻辑漏洞。食品工业发展到今天，它的安全系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远远高于我们祖辈那个作坊时代的。我们可以对食品安全保持敬畏和警惕，但绝对不需要为了解读某些网红的流量密码而把自己吓得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好了，今天这一期内容聊得有点长，也非常感谢大家能耐心的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帮你解开了心中的疑惑，让你获到了新的知识，或者让你以后逛超市的时候能更加安心，请务必帮我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平常也喜欢买这款牛奶或者容易被网络谣言影響的家人和朋友們，讓我們一起用科學和理性去擊碎網絡上那些低劣的流量騙局。我們下期再見。你知唔知今時今日喺香港最容易俾人呃到一鋪清袋嘅，竟然唔係啲無讀過書嘅老人家，亦唔係急功近利嘅後生仔，而係班住喺太古城、手持高學歷、月袋幾十萬人工嘅中產專業人士。我身邊最近就發生咗一件真事，聽完真係令人心寒。有一位住喺太古城海景花園、年齡53歲嘅資深會計師，平時精明到幫大公司核數執到足，點知有一晚收過一通電話之後，短短2個月之內，竟然將自己辛辛苦苦儲咗幾十年嘅460幾萬港元，外加層供滿嘅太古城物業去重新做按揭套現出嚟嘅1000幾萬，合共接近2000萬港元嘅畢生積蓄，全部雙手奉送晒俾騙徒，一夜之間變到一無所有。好多人聽完第一反應實會話：哇，咁蠢嘅，讀咁多書做專業人士，通街都講緊防騙啦，點解咁容易中招啊？係咪貪心啊？其實呢班中產真係唔係因為貪，亦都唔係因為蠢，恰恰相反，呃到佢哋傾家蕩產嘅，正正係因為佢哋嘅高學歷，佢哋對自己專業知識嘅自信，同埋香港中產階層特有嘅嗰種怕事、要面、守法嘅心理結構。騙徒而家已經將心理學研究到出神入化，佢哋量身訂造嘅劇本，簡直就係針對住香港中產嘅軟肋嚟打。要明白點解呢班精英會一夜清袋，我哋首先要拆解下騙徒到底係用咩手段去擊破一個住太古城嘅高級知識分子嘅心理防線。通常呢類案件嘅開局都係由一個好似好尋常嘅電話開始，可能係自稱入境處、衛生署或者係各大快遞公司嘅自動語音，跟住電話就會轉駁到去所謂嘅內地公安或者檢察官。
對於一個平時循規蹈矩、生活圈子極度乾淨嘅香港中產嚟講，佢哋一世人最驚嘅係咩？就係自己苦心經營嘅名譽同社會地位受損。當電話入面個所謂隊長或者檢察官用極度嚴肅、專業嘅語氣，仲要發埋一份寫住你個名、印晒偽造官方印章、寫住國家級保密案件嘅資產凍結令過嚟嘅時候，呢班高學歷中產嘅內心已經開始震。呢度有個好關鍵嘅心理盲區，好多普通人可能一聽普通話普通公安就收線，但係高學歷中產唔同，佢哋平時做商務接觸好多內地大企業或者官方文件，佢哋習慣咗去解讀程序同法規。騙徒發過嚟嘅假文件入面堆砌晒大量法律條文，咩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幾百幾十幾條，洗黑錢罪名，甚至列明不合作就要即時引導執法。呢班專業人士平時最尊重程序公義，一見到呢啲起承轉合做得好足嘅官方程序，佢哋潛意識裏面第一時間唔係去懷疑真假，而係想用自己一貫解決問題嘅商務邏輯去配合對方證明自己清白。騙徒最厲害嘅一招叫做心理隔離，佢哋會千叮萬囑，呢宗係國家特大金融罪案，涉及執法部門內部調查，根據保密法規，你絕對唔可以同任何人講。包括你嘅枕邊人、你嘅仔女，甚至連銀行職員問起，你都要用其他理由搪塞過去。如果邊個泄露出去，就係干犯泄露國家機密罪，要即時入獄7年、8年。對於一個50幾歲喺社會上有頭有臉嘅中產嚟講，佢哋最輸唔起。佢哋會諗，如果我同老婆講，或者同同事講，萬一件事係真嘅，我名譽掃地，我點喺太古城立足？我點返公司面對下屬？呢種對失去社會地位嘅極度恐懼，令到佢哋選擇咗孤軍作戰，落入咗騙徒精心部署嘅無菌溫室入面。當受害人被完全隔離之後，騙徒就會使出第二招，叫做降維打擊。你想下，一個喺香港考過無數個專業試、做管理層嘅中產，平時喺公司指點江山，突然之間喺呢個神秘嘅電話世界入面，佢變成咗一個涉嫌洗黑錢犯罪、隨時坐監、身敗名裂嘅嫌疑犯。騙徒會用極度嚴厲嘅態度去審問佢，要求佢每日定時定候、早、午、晚3次要用通訊軟件報到。如果遲咗報到，對方就會用好威嚴嘅語氣訓斥佢，甚至恐嚇佢即時採取拘捕行動。喺呢種長期嘅精神折磨同疲勞轟炸之下，受害人嘅心理防線會完全瓦解。佢哋會由一個精明嘅專業人士退化成一個驚慌失措、唯命是從嘅弱者。呢個時候，騙徒就會伸出一條所謂嘅救生索，同佢講：如果你想證明清白，如果你唔想被凍結資產，你就要將你名下所有嘅資金轉去一個執法部門指定嘅安全賬戶，又或者要你新開一個網上銀行戶口，將所有錢放晒入去，然後將網上理財嘅用戶名同密碼交出嚟，等金管局或者公安部嘅專家去進行資產審查。只要查明你啲錢同犯罪集團無關，24個鐘頭之內就會原封不動還返俾你。好啦，去到呢個位，大家一定會問：身為會計師或者身為醫生、工程師，平時管數管到咁嚴，點會連銀行密碼都交埋俾人啊？呢度又涉及另一個香港中產容易中招嘅特質，就係科技自信同埋對系統嘅盲信。好多中產以為我自己新開一個香港本地大銀行嘅戶口，個戶口名係我自己，錢又係喺我自己戶口入面，對方又冇拿走我張提款卡，我只係俾個網上密碼佢睇下我啲資金流向嚟查數啫。個戶口入面有成幾百萬、1000萬。如果冇我手機嘅雙重認證或者一次性密碼短信，對方點可能搬得走我啲錢啊？佢哋太相信香港銀行嘅安全系統，亦都太低估咗現代黑客同埋騙徒嘅手段。騙徒喺要求佢哋配合調查嘅過程入面，往往會叫佢哋下載一隻叫做安全防護或者執法專用嘅手機應用程式。呢班中產以為呢個係內地官方執法需要嘅加密通訊軟件。點知呢個根本就係一隻木馬程式。當你將隻木馬程式裝咗落自己部手機度嘅時候，騙徒就已經喺後台完全掌控咗你部手機。
結果係點？當騙徒喺第二度登入受害人個網上銀行，準備將入面嘅幾百萬分批轉走嘅時候，香港銀行系統確實係有發出雙重認證嘅短信過去受害人部手機度，但係因為部手機已經中咗木馬，呢啲短信一去到受害人部手機，就直接被騙徒喺後台攔截咗、讀取咗，然後甚至喺受害人完全無察覺嘅情況之下，直接將個短信刪除埋。受害人望住自己部手機，一條短信都冇收過，佢仲以為自己啲錢穩如泰山。直至過咗幾日，甚至幾個禮拜，當佢終於頂唔順，或者騙徒突然失聯，佢自己登入網上銀行一睇，先至驚覺入面幾百萬嘅積蓄，一早已經俾人化整為零，透過幾十個傀儡戶口轉走晒，連一分一毫都唔剩。更慘嘅係，有啲中產喺自己現金被呃晒之後，騙徒仲會食水之味。佢哋會同受害人講，國家調查發現你層樓都有嫌疑，你需要將層樓做按揭，將啲錢拿埋出嚟放落審查戶口，咁先可以徹底洗脫嫌疑。受害人為咗駁回之前無咗嘅幾百萬，往往會越陷越深，做出瘋狂嘅決定。佢哋會瞞住所有人，行入銀行或者財務公司，將層已經供滿、市值成千萬嘅太古城物業去重新做按揭。對於一個50幾歲嘅香港中產嚟講，曾供滿嘅太古城本來係佢哋下半生安穩退休、環遊世界、安享晚年嘅最大底氣。但係喺呢種極致嘅心理操控之下，佢哋會將呢個最重要嘅資產親手推落火坑。貸款一批出嚟，幾千萬嘅現金一入戶口，幾秒鐘之內又被騙徒轉走埋。到佢哋如夢初醒，走去太古城警署報案嘅時候，警方只可以好無奈咁同佢講，呢啲錢一早就已經使咗去海外，或者變成咗加密貨幣，追返嘅機會微乎其微。一個手持高學歷、打拼咗大半生、人人羨慕嘅中產精英，就咁樣喺短短幾十日之內，由太古城嘅業主變成咗一個負債累累，連下個月管理費都交唔起，甚至連退休金、年金保單都退埋套現嘅破產人士。呢種打擊對中產嚟講係毀滅性嘅，因為佢哋唔單止係冇咗錢，佢哋更係冇咗一向支撐住自己嘅自尊心、自信心，同埋對呢個世界原本運行規則嘅認知。講到呢度，我哋必須要深思一個問題：點解香港嘅中產階層會成為呢班跨國詐騙集團眼中最肥美、最容易入口嘅獵物？如果你分析一下香港中產嘅成長背景同生活模式，你就會發現，香港嘅中產階層其實係喺一個極度溫室、極度單純嘅法治環境入面培養出嚟嘅。呢班專業人士通常年齡介乎40歲到60歲之間，佢哋係香港經濟騰飛年代嘅既得利益者。佢哋由細到大讀書好聰明，考入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或者去外國留學，畢業之後入大機構做專業人士，一世人循規蹈矩。佢哋嘅生活圈子非常狹窄而且高級，每日返工面對嘅係商業合同、公司治理，放工返到太古城或者中產屋苑，面對嘅係中產鄰居。佢哋一世人冇經歷過真正嘅江湖險惡，佢哋未試過好似基層市民咁喺條街度同人爭執，經歷過社會底層嘅爾虞我詐。佢哋對呢個世界嘅認知建立喺只要我守法，只要我跟程序，世界就會對我公平嘅基礎上面。當呢種溫室精英遇到由心理學家、黑客、資深編劇組成嘅跨國詐騙集團嘅時候，佢哋就好像一隻無任何免疫力嘅白老鼠，暴露喺最致命嘅病毒面前。騙徒好清楚，基層市民或者基層老人家雖然可能冇咁多防騙資訊，但係佢哋對人有一種天然嘅戒備心。你叫一個深水埗嘅阿伯交出10萬蚊，佢可能同你死掹爛掹，甚至一巴掌打過去，因為啲錢係佢粒粒皆辛苦揾返嚟嘅血汗錢，佢對危險嘅直覺好敏銳。但係中產唔同，中產太講理性，太講文明。騙徒只要用一套高級嘅官方說辭，將個危機包裝成一場法律風暴或者行政審查，中產往往會用對待公司危機處理嘅方法去應對。佢哋會諗，既然我冇犯法，執法部門要查，我就盡快滿足佢哋嘅要求，提供晒所有資料，
等佢哋查完出份報告澄清，咁件事就解決啦。呢種想用理性行政手段去解決野蠻犯罪嘅思維，正正將佢哋推入深淵。另一個令中產容易中招嘅特質，係香港中產根深蒂固嘅面子文化同埋孤島心理。喺香港，做一個中產其實好大壓力。你要維持住一個好體面嘅生活，住太古城，仔女要讀國際學校或者送去外國，放假要飛去日本、歐洲，出入要開部歐洲車。呢種體面係建立喺你嘅專業形象同社會信用上面。騙徒利用洗黑錢、國家安全案件呢類名目，正正切中咗中產最驚失去嘅嘢。佢哋最驚自己嘅專業資格被吊銷，最驚自己個名出現喺報紙嘅法庭版，最驚俾親戚朋友鄰居知道自己涉嫌犯罪。所以，當騙徒要求絕對保密嘅時候，中產為咗保護呢層薄薄嘅面子外殼，往往會選擇瞞住所有人。佢哋平時可能好多朋友、好多生意夥伴，但係喺遇到呢個最大危機嘅時候，佢哋竟然變成咗一個資訊孤島。佢哋無去問身邊嘅律師朋友，無去同屋企人商量，甚至連打個電話去警署確認一下都唔敢。佢哋就咁樣，一個人坐喺太古城屋企個海景客廳度，一隻手拿住部中咗木馬嘅手機，一邊聽住電話入面騙徒嘅指揮，親手將自己一世人嘅心血一筆一筆咁匯走。成件事最悲哀嘅地方係，直到最後一刻，佢哋都仲以為自己係做緊一件守法、配合調查、保護名譽嘅正確事情。除咗假冒官員之外，近年仲有一種騙案，簡直係為香港中產量身訂造，叫做高回報低風險投資騙案，俗稱殺豬盤。好多中產手頭上有大筆閒置資金，喺而家呢個低息、股市又波動、樓市又不明朗嘅年代，佢哋好急切想幫自己筆資產揾出路。佢哋平時自認睇好多財經新聞，識得咩叫量化交易，識得咩叫加密貨幣，識得咩叫 AI 大數據投資。騙徒就會利用呢點，投其所好。佢哋會喺網上或者社交平台包裝成一個知性、高級、平時生活奢華嘅財經女神或者投資專家。佢哋同受害人唔會一上嚟就講錢，而係同你聊人生、聊藝術、聊中產嘅生活品味。當建立咗信任之後，佢哋就會好似不經意咁提到自己用緊一隻內部研發嘅投資 App， 利用 AI 漏洞去炒外匯或者加密貨幣，回報好高，而且好安全。呢班高學歷中產一聽，平時自己都有研究開呢啲科技概念，佢哋會覺得自己發現咗一條不為人知嘅發財捷徑。起初，佢哋可能只係放5萬、10萬入去試下。騙徒個 App 做得非常逼真，入面嘅圖表、K 線圖、資產總額全部實時變動。當你試下提款嘅時候，騙徒仲會真係出返幾萬蚊息俾你，等受害人完全相信呢個系統係真嘅。去到呢個位，中產嘅自信心就會害死佢哋。佢哋會加大注碼，50萬、100萬、500萬咁放落去。佢哋甚至會覺得自己憑住高學歷同眼光，終於揾到咗一隻可以實現資產翻倍嘅財富密碼。直到有一日，佢哋想將個 App 入面顯示已經翻咗幾倍嘅幾千萬提現出嚟嘅時候，系統就會彈出提示，話因為涉及洗黑錢，或者要交利得稅，或者要交海外保證金，需要你先再存入幾百萬現金。呢個時候，中產嘅沉沒成本心理 （sunk cost fallacy） 就會發作。佢哋平時學過商業管理，知道唔可以半途而廢。佢哋會諗，如果我不交呢筆保證金，我之前放進去嘅500萬就拿唔返啦。於是佢哋又去借錢，去按揭層樓，將最後嘅保命錢都投埋落去。直到最後個 App 突然打唔開，個投資專家完全人間蒸發，佢哋先明白，原來由頭到尾個 App 入面顯示嘅數字，賺到嘅錢，全部都只是騙徒喺後台隨手打上去嘅一串虛擬數字。你放進去嘅真金白銀，一早喺你入錢嘅第一秒就已經入咗騙徒個袋。由太古城嘅業主到一夜清袋，呢個故事帶俾全香港人嘅教訓真係太大太深刻。
我哋必須要明白一件事，喺呢個科技同心理學高度結合嘅詐騙時代，高學歷、高收入已經唔再係你嘅防彈衣，有時候佢哋反而會成為你嘅催命符。讀書多，令你習慣咗去相信體制、相信程序，但係騙徒最擅長嘅就係偽造體制同程序。有錢，令你成為咗詐騙集團眼中回報率最高嘅目標，而最致命嘅係中產階層特有嘅那種唔輸得、要面子、自視過高嘅心理，令到你喺遇到危機嘅時候，拒絕向身邊嘅人尋求協助，最終將自己孤立喺騙徒嘅圈套入面。要防範呢啲高科技、深層次嘅心理騙案，香港嘅中產必須要學識放低自己嘅精英傲慢。你要明白，呢個世界無一個官方機構會透過電話同你做筆錄，無一個執法部門會要求你將錢轉去安全賬戶，亦都無一個真正嘅投資機會可以保證低風險而且賺大錢。當你收到任何涉及你資產、涉嫌犯罪或者要求你絕對保密嘅電話或者信息嘅時候，無論對方表現得幾專業，拿出來嘅文件幾有權威性，你第一時間要做嘅唔係去用你嘅專業知識去配合佢，而係要做一個唔文明、不禮貌嘅動作，即刻收線。跟住你要行出你太古城嘅屋企，行去同你嘅老婆講，同你嘅老友講，甚至行入太古城警署，直接向真正嘅香港警察求助。名譽無阻，可以澄清；面子無阻，可以執翻。但係你辛辛苦苦日夜加班打拼咗幾十年先換返嚟嘅幾百萬積蓄，同埋曾供滿嘅太古城，只要你行錯一步，只要你落入騙徒嘅心理孤島，一晚之內就可以完全煙消雲散。希望今日呢個住私樓、高學歷一樣中招、太古城業主一夜清袋嘅真實血淚故事，可以敲醒所有自以為精明、自以為絕對唔會受騙嘅香港中產人士。記住，喺騙徒面前保持懷疑，保持卑微，隨時同身邊人溝通，先至係保護你畢生財富最安全，亦都係唯一嘅防線。